为响应世界骨髓捐赠者日，财团法人基美病院特别举办血液干细胞移植的病友会，一方面鼓励病友以正向乐观来迎接新的人生，另外嘛借由血液干细胞的捐赠者分享着捐赠的历程。其中一对带生家庭啊，病院利用液体半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来救回小弟。第一当时候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发现好像身体有出现一些红疹，对，然后发现弟弟去检查都检查没有结果，然后最后我们才回到奇美医院做一个确切的那个检查，那就是确定为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。那当下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其实蛮震惊的，对，然后就赶快求助我们的吴医师，那吴医师就开始做一系列的检查。那当初我会最后下定决心，是因为我想要让弟弟有更多机会来体验人生。对，因为弟弟是蛮孝顺跟贴心的，那我跟他从小也感情很好，然后我不希望让他的人生在这边画下句点。那我就想说，我身体状况也许可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疾病。那就趁这个机会也做一件功德给他，这样子。就是听到姐姐要捐赠，然后我们配对成功的时候，其实内心是蛮激动的，因为在当下要等待配对的那个心情是蛮坎坷的，就是蛮忐忑的，就怕说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？因为几率其实也没有到很高。那到最后姐姐配对成功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有询问过姐姐说，你有确定要捐吗？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担忧？怕说捐赠的这个问题，那幸好说移植团队他都会很详细的开移植的这个家庭会议，那来跟捐赠者跟受赠者了解说骨髓干细胞它整个流程。那后来听一听家庭会的时候，其实对内心的担忧也会减少很多。那在病人这个焦虑的心情也慢慢的缓解。那后来经过姐姐的配对成功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感激的这个话。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，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。但是我想这一份那个感恩的心，其实会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中。这样。基美病院对2013年成立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团队，提供完善的骨髓移植的医疗照护。到目前完成103位骨髓移植的病人。基美的骨髓移植团队成立已经10年了，那目前也突破了100例。那我们知道说，目前骨髓移植的捐献者有所谓自体骨髓移植捐予自己，有所谓异体。那异体早期都是由像不认识的人从骨髓移植库找到的。那现在因为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，那胸体里面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目前也大概在2019年就突破了一个半相合骨髓移植，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、我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可以捐给我们自己需要的亲人。那希望他们能够一路把身体照顾好，那一路走下去。病友会由基美行政副会长郑天俊。加癌症中心的主任冯英勋主持，会中除了病友、家属、加捐赠者的见面会，另外还有血液干细胞的捐赠宣导、加有奖的征答。现场还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的感恩音乐会，和整个现场充满温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